屋企就係包豪斯風格嘅最佳展現舞台。望下客廳嗰張黑皮革鋼管梳化，以流暢線條勾畫出時尚輪廓，堅固嘅鋼管框架撐起舒適坐感，盡顯工業化物料嘅獨特魅力。隔籬嗰張幾何造型嘅茶几，憑住極簡線條同利落切面，演繹實用至上嘅理念。軟裝色彩好似跳動嘅音符咁，拼色地氈、翠綠擺設喺中性色調嘅家私之間躍動，即刻點燃空間氣氛。行入睡房，奶油色牆面營造出溫馨嘅基調，設計獨特嘅燈具看似簡單，實則暗藏心思。精準嘅燈罩角度將光線啱啱好照到每個角落，洞洞板嘅出現打破沉悶，提供靈活收納空間，令極簡睡房整潔之餘又充滿創意。包豪斯風格就咁靜悄悄咁滲入生活，重新塑造我哋嘅居住體驗。